继续要来讲，台湾的学生出国留学是愈来愈热。教育部的统计，出国进修的人数破4万，创10年来的新高。其中，这个高中生出国的人数5年是成长5成，再加上香港甲日本的大学拢来台湾抢学生，所以教育部嘛惊咯，就惊台湾的少年人才互抢了，所以加码13亿，互台湾大学、清华大学甲交通大学来拍这个国际杯，希望甲优秀的学生留伫台湾。你18岁一直倒位？也继续出国当大学同学。有，因为你们有申请同一间学校。讲要继续做大学同学，只是伫千里之外。师大附中高三生刘静瑜甲徐家杰申请美国、澳洲、香港等等大学，为过去美国交换生，就看到梦想的方向。我觉得国外西式教育比较像是这种根底，然后台湾就是因为想要给学生比较多东西，所以就比较表面，然后有时候太快就会忘记。然后我觉得学习是要比较长久的。我不喜欢台湾的求学风气，就感觉到高三是一个顶点，然后到大学开始往下，就是开始松散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我会希望一直爬阶梯式的往上。香港理工大学跨海而来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嘛头一摆来台湾，国外大学纷纷到台湾抢学生。依照教育部统计，高中生出国升学增加真济，5年来超过50%。其中传统高中名校毕业生出国人数变较济，高中出国升学的像北一女。2015年31个人，去年58个人；师大附中2015年26个人，去年47个人。这人一个走，唔那呆紧张，就急要到高中宣传将人留落来。教育部嘛惊到拍什么加码13亿，和台清高等大学拍国际杯，想办法要将台湾的高教人才留落来。不过伫动手之下，敢真正有用户？用奖学金留得住你的心吗？还是会希望出国。有梦就要飞啊，对吧？